续来看北一女的乐仪机队，进前受邀请到美国的加州参加玫瑰花车的游行，所以台北市长周万安今仔日专工到北一女中慰问勉励同学，真受欢迎哦。市长致辞的时阵，家己来压了，讲较早读高中的时阵，伊以外的查囡仔都是穿青色的制服，所以不管是会来北一女的门口来徛班。问北一女的同学，前后两个市长歌文提甲周万安，较介意倒一个咧？同学来回讲，两个人风格无同，一个像爸爸，一个像哥哥。来到北一女中，为免拄参加美国加州玫瑰花车大游行的乐仪机队同学，台北市长周万安除了送10万的奖励金，嘛讲到家己和北一女的一段缘分。其实我期待已久。今天终于可以大大方方走进北一女中，因为过去我都是在门口站岗，穿着卡其服，也要稍微爆料一下。我之前除了在这边站岗以外，其实以前高中心仪的女生也是穿着绿色制服。虽然讲到过去的历史，不过咧等的对象到底是谁？已经是宜兰竞赛有3个囡仔周万安赶紧发挥伊的求生技能。你是在等当时女朋友下课吗？我求生欲很强的，但那时候的确因为学校也很近，那时候的确跟我建中的同学，我们有时候会来这边门口来站岗，然后相约同学一起去补习等等。那都有满满的回忆。可能是因为成功行入来北一女中，周万安讲话情绪看起来真欢喜。不过前任市长郭文铁嘛捌来遮，两任市长伫同学的心内，想会人气较悬。就是不一样的风格。怎么说？一个比较像爸爸，就是比较沉稳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年轻一点，就像哥哥一样。唔能用坚强的实力替台湾争光，北一女中的学生在风格活泼的表现，嘛互活动充满笑声和特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